有没有很时尚？突然间海边很时尚。好，那我要邀请我的部落的弟弟们，我们一起欢迎苏斌、马少还有昂爱，我们部落的多兰的青年。他们就是我从第一次的海边的孩子赚到那个5个人的400块，然后养大的孩子。5年前他们还是国中生、高中生，现在都当兵退伍了，看到没有？掌声一下好不好？孩子长大了，真的，怎么那么大？尤其是最右边的。打那么大了你啊！好，当然哥哥出来赚钱很辛苦，所以要叫他们跟我一起出来赚钱。我不甘心只有我一个人出来唱歌。好，那一样唱了上一张专辑，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，刚刚舞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回来就奇异的妇人。啊，对，年轻时候出去外面闯一闯，但是不要忘记自己有一天会回家，好吧？唱这首歌《奇异的妇人》。